集宗旨，如今又有以大及低之年，
報恩字後生，平日人煙罕見㗎。好，待我上前一看至得。姑娘，姑娘，溪旁台多石滑，不宜啊！咩呀？啊，姑娘小心，姑娘小心！啊，唐突姑娘還其恕罪。老房，奴家多謝公子差付才是。係呢，此處平日遊人鮮見，敢問姑娘是否到此參神啊？哎呀！非呀，怪得禪師為義父，師書文集在佛前。是哪位禪師？是寶靈住持，13年前他收我為義子啊！未請教姑娘方明啊！李小姐，小生有禮嘅。係，公主你係如何拜得住持為義父㗎？唉，還記得當時我年方5歲，有日與爹娘回家嘅途中，歸途上晚到咗路前，來世空空說不是，聲聲怒鬧百人知，大口張開難避視，嚇得個雲飛魄散涕淚兒，就此眼前一刻神魂斷，醒來之後，只在眼前義父慈悲收我作命令，我亦多條路心有原來公子你都有一段如此不尋常的遭遇。係呢，報恩子來小傑女兒家，姑娘你又何以居於此處呢？
雙飛蝴蝶啊，能否相贈於我呢？公子不然，你又為紀念吧。哦，謝小姐。這個佳人知就他，待我用杯回贈是他願。
慶豐之。